世上每日都喺度發生緊數以萬計嘅欺凌，嚴重嘅傷害到肉體，而細微嘅可以只係一句說話，但只有造成嚴重傷害嘅先算係霸凌。其實並唔係。喺我中三嘅時候就經歷過呢種無形中嘅霸凌。當我嘗試融入佢哋圈子嘅時候，先發現佢哋冇辦法去接納我。我以為中學讀女校就可以同大家和平相處，遠離男女是非之地，但其實墮入咗另一個深淵。我就好似一個異類咁，一個人上體育堂，一個人食飯，甚至佢哋為咗搞惡趣味，喺禮堂嘅時候踢我嘅凳杯，佢哋仲會喺背後偷偷地議論我，有意無意咁話俾我知，其實我真係好唔討人中意。佢哋帶俾我嘅傷害並唔係表面上肉體嘅傷害，而係一步步咁打擊我嘅內心，意圖令我崩潰。真係覺得好無助，好孤單，完全唔敢發聲，只係一個人默默承受緊，冇人可以訴苦。我唔甘心，點解佢一個人承受住呢痛苦，而佢哋就好似咩都冇發生過咁。我決定做出改變，我開始做運動，喺每日放學之後，我都會去跑步，去減肥。同一時間，我都喺度鑽研緊化妝，點樣先可以令到自己變好睇，去打扮自己。我更加會喺學習方面入手，努力咁溫書，令到自己唔單單係外表上有改變。終於，我開始變得有自信，揾到自己嘅發光點，其實並唔係咁差，真係。我變得樂觀咗，更加唔會再因為呢啲小事而感到唔開心。但其實人可能喺無形中承受住唔同人帶嚟嘅壓力，可能係上大學嘅排擠同埋忽視，亦都可能喺未來工作上會受到同事嘅陷害同埋搶功勞。面對呢啲情況，我哋其實唔應該置之不理、默不作聲，而係盡力反抗，令佢哋意識到事情嘅嚴重性，為佢哋所做嘅嘢付出代價。受傷嘅唔應該係我哋並沒有錯。